比較後生啲嘅朋友患上 O 型腳咧，都係因為可能佢個腳型有啲問題啦，例如係扁平足嘅朋友啊，或者係高足弓嘅朋友咧，咁佢哋都會容易有 O 型腳或者 X 型腳嘅情況出現嘅。例如佢哋行路嘅時候有我哋叫內八字啦，或者係外八字嘅行路咧，都會形成咗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嘅。咁當然啦，佢哋一般嘅痛症咧都係喺膝頭哥嗰度啦，上落樓梯有困難，或者係坐得耐起身嘅時候咧，個膝頭哥好似卡住咗咁樣嘅，甚至乎都會聽到有陣時啲落落聲嘅情況出現嘅。咁喺我嘅膝關節，因為年紀大啦，開始有退化同埋磨損嘅情況啦。咁喺埋邊呢一個嘅半月板咧，就開始磨蝕咗，咁變咗個大腿骨同埋小腿骨嗰個嘅距離咧就埋咗啦，所以就形成咗一個 O 型腳嘅情況出現啦。當然啦，如果佢哋有 O 型腳嘅情況之下咧，個膝關節咧就會產生啲炎症同埋痛症，所以當佢哋行一個病人有 O 型腳或者 X 型腳咧，如果正常嚟講咧，我哋會有一條嘅垂直線啦，喺個髖關節嗰度咧。去拉落嚟嘅時候，我哋要穿過個膝頭哥為之中間位，然之後落到去腳腕嘅中間。通常咧就係腳趾公同二腳趾嘅中間個位啦。呢一個垂直線咧就係為之一個正常嘅垂直線啦。如果 O 型腳嘅話咧，呢個垂直線喺髖關節落嘅時候咧，就會喺個膝頭哥嘅入邊。如果係 X 型腳嘅時候咧，呢條垂直線咧就會喺膝頭哥嘅外邊。咁呢個咧就稱之為 X 型嘅腳啦。如果患有扁平足同埋高足弓嘅病人咧，當我哋幫佢做完治療之後，通常我都會建議幫佢哋做翻個特製嘅鞋墊嘅。個鞋墊咧可以係令到佢哋嗰個嘅腳型咧可以有改善啦，同埋令到佢唔好再繼續變差。咁另外當然我哋要加運。